好啦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这个本土病例案1129，迄个饭店的女主管，伊的翁婿甲后生查囝全部拢去喂着病毒。4月25迄天，这位饭店的女主管有甲伊的翁婿做伙到婚林去拜拜，因去北港的大天宫甲朝天宫，搁去买这个伴手礼。婚林县政府收到通知，马上针对因行过所在来做大消毒。也毋过，遐个庙事甲店家也是正常运作咧做生意，员工并无隔离，干那采健康自主管理。当地民众是真担心讲，这个疫情会继续来扩大。诺富特饭店的查某主管4月25去婚林北港回来了后确诊，商店街的人变真少。来看伊去过什么所在？伊去过大天宫含朝天宫，煞来伫咧海鲜店食饭，佮去饼店买伴手礼，尾仔食串冰才离开遮。前后踮伫咧遮2点半钟。毋管是宫庙或者是店家，即马也佮伫咧做生意。正常上班，因为我们都是那个自主管理，固定量体温啊，然后就是一些那个防护措施都会照那个政府规定。有接接过确诊个案的员工，爱家己做健康管理，毋免居家检疫或者是居家隔离。毋过查某主管的先生、后生查囝拢确诊，婚林县的民众嘛是真烦恼。感染的人有迄间店啊，迄个店拢都爱关起来啊，袂使开啊。烦恼是 A 啦，嘛是爱注意啊，有差，今仔就加做无人的。婚林县卫生局讲是配合中央的指示，我们会由CDC 总部那边哈，我们进行疫调了以后，会由 CDC 那边来做整个一个案情的一个研判哈，他们都是开放式的，不是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。即马查某主管有去过倒位，恐惊就要斟酌注意。即马就传出4月25迄天，查某主管为婚林上北顿来时阵，有伫咧西湖休困站食饭，庙内县府无收到通知。毋过指挥中心强调，有的所在无公布，是因为接触的时间无遮尔久，无想要互大家羞愧惊吓。